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燕牧师。4月11号，察觉自己的软弱。哥林多后书11章16到33节，其中29到30节这样说道：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失足犯罪，我不满怀焦虑呢？如果我必须夸口，我宁愿夸耀那些显示我自己软弱的事。保罗持续来跟这些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来沉迷一件事情，就是他实在舍不得看到这些这个信徒呢，他们一直被蒙骗被什么蒙骗呢？当然是被假的这个使徒蒙骗而且他们因着这些假的使徒，他们其实是很受苦的。所以保罗呢，今天呢，就一开始就来讲了你们呢是精明人就能够甘心忍耐这些愚妄人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么聪明你们这么精明竟然会接受假使徒的教导而困惑不已那么现在请你们也忍耐我一下我这个愚妄人所以保罗他很有趣，他说你们忍耐我一下你们都被这些假使徒占了便宜把他们这个当作这个来对待他们所以请你们这个也来忍耐我一下那他讲什么呢？其实保罗要讲的是，就是让这些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他们很明白知道我们呢是真的使徒特别保罗说他特殊的身份，不管是他从血统文化神学他都是正统的第二个他是基督的仆人，他肯受苦反而那些假使徒没有受苦还有这个保罗他亲自在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面前，他愿意夸耀自己的软弱，也就是他愿意真实打开告诉他们他也有他软弱的地方不是犯罪的软弱而是他明明知道这个可能会有困难，他知道传扬福音的这个苦难他愿意知道主相信依靠主会来帮助他他要夸口的不是他自己多强壮，他要夸口的乃是他要靠主来刚强，他愿意真实打开自己亲爱大家或许你在 TED 你可以搜寻一个这个字眼叫做脆弱的力量，你会觉得很奇怪脆弱怎么会是力量？其实他讲的跟这里其实很像的地方，也就是保罗他早在这个1000年2000年前他就已经说了，说如果我们是真的使徒，我们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其实知道我们是软弱的，而这个软弱跟这个是不是软趴趴的是不是跟输赢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我想我们更是透过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更能体会我们人生其实很无常的我们更需要看见我们自己的脆弱软弱，而这个是因着神的光来造我们，这是我们的特权我们因着神给我们使我们有力量真实的看见察觉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需要主的带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去衡量到底这件事情我会不会成功，我所遇到的是怎么样的，那我呢只是衡量，我不会去逃避。也就是脆弱软弱呢，就是在我们面对未知的时候我会去衡量，然后我会知道要找一位比我更大的耶稣基督来帮助我所以我们应该讲这个脆弱呢，它是一个我们衡量勇气最精准的方式那我们靠着主来展现我们的软弱，我们不是在别人面前哭哭啼啼情绪崩坏
而是说我们在未来的不确定的因素当中，我们真实的说，主啊，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也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们愿意卸下心防，真诚真挚的面对自己跟他人的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这个过程有以马内利的主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会胜过这一切。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要向你来承认，我并不了解自己的软弱，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来承认，但是恳求圣灵帮助我心中的软弱，让我真实知道要来依靠你，而不是靠我自己，让我经历靠主得刚强的过程，好叫我的生命因着你的同在成为刚强的见证。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愿我们今天可以活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着软弱而得刚强的见证生活。音乐牧师祝福你。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也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我们明天见。